这玻璃杆仔是会当资源回收的，不过有涉水的玻璃杆仔，因为佫爱加工过较好处理，所以回收的价效是较歹，愿意收的厂商也较少。伫嘉义水上乡公所的资源回收场，过年收到回来这低色玻璃杆仔，因为厂商也无时间来处理，即马已经堆杆仔蹲杆仔亲像山共款。乡公所即马是头壳摸咧烧，也希望这环保的主管机关会当来斗相共。资源回收场内底3种无共色水的玻璃杆仔，为过年到今也未处理掉。嘉义县水上乡公所已经甲厂商来协调，希望赶紧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些3种颜色的玻璃一个月大概是2万公斤的量。那厂商大概1个月会来收一次。那现在目前茶玻、白玻、绿玻都造成这个回收上游厂商有一些问题造成现在累积那么多。清洁队讲，目前白色的杆仔回收价是1.3块，青色的甲地色各人1角，而且因为涉水就要先甲处理掉才会当使用，所以玻璃杆仔回收这站其实已经无啥人愿意做。咱今嘛做好环保，结果找不到任何的去处，然后造成地方的一个困扰，也造成就是公部门的一个困扰，所以是希望说相关单位可以来重视这个议题。我看经这波不是嘛，是做重视这个循环经济，那是不是可以跨部会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？因为就是阮收嘛无够工钱啊，无够工钱，你要叫阮要卖啥？卖无咯，卖无够工钱，所以阮就无回收安尼较紧啊。嘉义县环保局表示，除了会协助公所来甲厂商协调，嘛向县内各乡镇市公所的清洁队了解目前玻璃杆仔回收的状况，研究解决的办法，嘛向环保署来汇报反映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